谢谢。今天我又带回来一个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呢，长得非常可爱，也是我们的苗家的小姑娘，她叫杨胜红，曾经是咱们全国少儿歌唱大赛当中获得1等奖的。大家来点掌声，请出我们的杨胜红好吗？这安排帮我希望啊，我希望们希就没有啊，我准备等你都找吧下个月，找吧，飞歌向天外啊，飞歌向天外，来你掌声支持一下。哦，妈妈才临时拿的碟是吧？哦，赶紧去放，再给我们个话筒。完了你就能带个声音啊。那你办法可以呀？个阿美耶，阿美姨呀？哦，好嘞，哦对，看看下来，多看看下大娘，看看下是跨越边就在一处关门，梦大大的梦，梦大大的梦，白结发也别大呀结发线，秋江爱，秋江在，草根江呀北一闹的观鸟即将到来，从多江呀北一闹，大海大了有个有你，爱给谁谁秋江上的观鸟即将到来，从多江呀北一闹。叫搞不办的我来，是你们搞不办了吧？搞不办。那个吧，这边今天那边脸皮当我呀啊！起来。